来是这个高雄味道的杀目鱼文化节，嘛闹咧登场咯。这个乡亲上界期待的，就是20块的杀目鱼大拍卖。真大尾杀目鱼一尾才20块，拍卖人员真无闲，第一日头的大家排队手春等等，希望拢会当买到。来买啊！买2尾，2块啊，俗嘛，俗，计算啊！市价一尾是80到100块，用2折左右的价钱就会当买到啊！这是活动现场，民众上期待。杀目鱼是高雄市美乐的骄傲，进入第21档杀目鱼文化节，用传统大船入场，鱼会满满，代表丰收。连续2天加这个下晡，拢有20块杀目鱼大拍卖，来推销上赞的杀目鱼。另外一个等候民众抢好康的所在，就是市区的新隆市集。为少家长嘛带囡仔，一边洗一边食这现下水果，小龙嘛甲上青的这农特产品介绍大家知。这边的木瓜会甜吗？美味しい。敢有洗一年啊？我洗半年。对，半年尔，搁要去洗对不？好啊好啊。利用在地新鲜的农渔食材，推广高雄美食观光，嘛有市民伫假日有所在买到好康的。